大家好，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用伊的头顾伊的壁。这句俗语有无相偏的意思，伊有两种解说。头一种是讲用人的资源来互伊发展，比如讲今仔日我想要做一项投资，但是我手头无够灵，人面也无够宽，真需要一个有够重的先辈来甲我牵，注重伊的实力，来互咱双方得到利益。若第二种是讲报复，你若看我普普，我就看你无无。可比讲有人走来阮兜欺负我厝里的亲人，那安尼我嘛会用同款的方式对待你。这就是我做人的原则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